好，第18題，18題見到有兩個唔一樣嘅分母咧，就知道要通分母啦。咁通分母咧就將左邊嘅分子乘以右邊嘅分母啦，亦即係1乘以1加 y， 即係1加 y。然之後咧，再將右邊嘅分子再乘左邊嘅分母，即係-1乘以1減 y。記得係負啦，因為都有個負號喺度嘅。好啦，咁下面咧，我哋都知道通完分母咧，就係佢嘅分母就一樣噶嘛，咁就係-1減 y，1減 y 啦，再乘以1加 y， 就係咁樣啦。咁然之後，我哋就試下將佢乘入去啦。1加 y 減1加 y， 記得個負號乘入去，負得正，再除以，冇錯啦。之後咧就要將兩嚿嘢相乘，好似好複雜咁。其實咧就唔係好複雜嘅。咁咧我哋可以首先將呢個1同第一個1乘咗佢先啦。咁啊1咁啊1。第二步啦，我哋將同一個1再乘去後面嘅第二嚿數。咁咧記住係睇埋個負號啊，負 y， 咁所以1乘以負 y 就等於負 y 啦。好，下一步處理完前面嚿數就處理後面粒數啦。y 同樣地啦，可以乘咗第一嚿數先，加可以寫得個加號啦。可以寫得個加號，因為前面呢度係一個加號啦。咁然之後加y 乘以1，睇紫色線嗰條，咁就加 y 啦。好啦，然之後啦，就再乘呢度有一個 y 乘以負 y 啦，呢邊一個 y 乘以呢邊一個負 y， 咁所以咧就會得出係負 y 2次啦。冇一條線，係咁樣啦。然之後咧，將啲數字加減，就會發現上面係2y， 下面咧就變成1減 y 2次，因為呢個負 y 加 y 正1負1就冇咗，所以咧正確答案咧就會係 D 啦。